咱伫即个连续假日，咱有缘兄弟吼，可能有人天气真热吼，宁可住厝度假比外口较好安尼吼。听讲高速公路安尼塞车塞20-30点钟安尼吼，咱会通伫咱亲人也有机会见面交陪，我想这是咱现代人的生活中间上解欢喜上感谢的事吼。无论出外旅游、全家，也是亲人倒转来。愿主赏赐咱即个连续的假日，大家心身肉体拢平安。也咱通伫今仔日的聚会中间，继续咱三个来学习主的话。咱伫开始进前，咱先来做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赏赐丰富的恩典伫阮中间，互阮伫逐个时阵拢经历着上帝你的同在、你的快乐、甲你的祝福。愿你互阮伫这连续假日的中间，阮大家人甲主也有更较水美好的关系。也通过甲亲人互相的团圆，领受到恩典、家庭的甜蜜，以及上帝你的祝福。愿你的话真做阮的帮衬，特别伫阮日常的生活中间，你的话是真做阮的生命，真做阮的快乐。伫你面前，阮安尼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今日即位咱伫即个5月31日，迄日是圣神降临节，吼5月尾仔日但是咱开始伫6月部分拢思考着圣神咱的心灵甲咱人肉体的关系。咱大概小可甲整理一个有几项的重点。头一项是讲，咱要有丰盛的生命，要有一个完整上帝所赐福伫地那阵伫天的生命，咱毋通忽略着心灵的即块。这是看袂到，但是佫是上界重要的一部分。你逐日所想、你的情绪、你甲人中间的互动、天气的变化、你做代志所拄着顺遂无顺遂，拢会引起你的情绪的变化。这个物件，甲上帝的关系会处理你真重要心灵的问题。你有好的处理，也影响到你的身躯的健康、你的困眠，甚至你真侪器官的毛病，拢甲你的心灵有关系。第二，咱有思考到什么？思考到上帝创造亚当甲夏娃。上帝创造人的时阵，讲用土来造亚当，用咱这个地面上所会当看会到的物质元素来创造一个人。但是圣经讲，上帝分一口活气，分一口有灵的气伫这个人的身上。所以这个人毋只干那是有迄个肉体的机能，这个人有上帝所予伊的形象。所以上帝讲，伊看所做的拢是好。咱通对这个圣经的了解，咱就通知影，人伫这个世上，咱肉体的健康，毋只干那是咱一般食这五谷菜色，咱逐日的生活作息，佮甲咱的心灵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今仔日呢，咱拄啊好是6月最后一个主日啦吼。咱以前拢逐个月尾仔主日，也是前主日，咱会通做一个服侍医治的祈祷，通互咱兄弟姊妹去经历到我伫一般的医疗的健康，我肉体保养的健康，佮经历到圣神的医治，互咱才做一个完整地面上上帝所赐福稳定健康的肉体。所以今仔日咱要通过这两段经文来学习是安怎信心的医治对咱一个人真重要。圣经赞，咱小等下会当过来做复习吼。咱大圣是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病痛这个甲救赎加一字，就是讲心灵属灵的眼光来看，咱的病痛甲救赎是有关系，咱的医治是甲救赎有关系。大圣，咱要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就是讲，咱知影人类的始祖亚当，因为伊犯罪，被赶出乐园，所以就是拄着这3项，咱所讲人类的角度的绝望啦。
这绝望是人无法度解决的。什么？是罪甲死的绝望。人因为犯罪要甲上帝平等，也是讲要超越上帝，所以就对了甲上帝的关系断离去啊。所以迄个罪就伫人的身上，迄个死的绝望就放伫人类对始祖亚当开始。第二，因为咱脱离了上帝迄个丰盛，所以咱就拄着丧凶甲咒诅的绝望。这地面上就有欠缺，这地面上就有发生侪自然的灾害。这地面上就是人通伫圣经内面所讲的，查甫人就爱汗流满面，才有得通食饱；妇人人爱经过生产的痛苦，这个拢是人类伫犯罪以后的现象。搁像就是人会拄着肉体疾病。甲衰退的绝望，这就是咱人生你我拢袂当脱离的。当看到这款的绝望，毋过咱现在是伫新约的时代，上帝并无因为安尼就甲人放杀去，甲单掉，因为通过耶稣基督的保护赎回，咱有新的身份。所以咱讲迄旧的亚当，新的亚当就是耶稣。新的亚当来带来一个新的生命的愿望甲确信，所以伊带来除去旧的亚当迄三项咒诅，咱重新对主的保护来赎回三个新的祝福。第一个是罪得到救赎甲饶赦的祝福。原来亚当是伫罪甲死的咒诅内面。所以第二项是咒诅，通得到偷房的祝福。人原来是永死的一个绝望，也毋过耶稣基督保护救赎，互咱对咒诅得到偷房。搁一项就是真要紧，伫咱生活中，咱得到医治甲改活的祝福。所以咱人无搁再是肉体。甲灵魂的死，肉体伫这个地面上，犹阁是有伊的算讲伊的生命期，但是咱的灵魂因为有主保护的救赎，所以咱要定心伫主的面前领受新的祝福。也因为这个圣经的真理，互咱伫这个生活上，咱得到一个新的快乐，甲咱的憔悴。当咱伫现实的生活中间，咱要哪憔悴着上帝迄个救赎、耶稣基督保护救恩伫咱生命中，这是咱基督徒上大的一个福分。但是这个福分有真侪人可能无彻底了解，也是去经验所以感觉讲这好亲像一个三天地外的代志好亲像感觉袂着、领受袂着，就甲伊疏忽去。咱若是看拄则读的圣经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呢57章内面呢，上帝是对这个受苦的百姓一种的应允甲医治啦。咱拄则读的2节经节是一个正面的回应。毋过咱若是要读这段经文，会当前后搁读一个规段甲读，咱会搁较了解是安那上帝要赐落平安甲医治吼。所以咱能对14节开始来看。57章的14节，咱拄则是读18节嘛吼，所以14到16这段经文，咱来看就知影讲，是安上帝伫17甲18甲19的应允是安尼。伊圣经安尼讲有啥讲屯权避万路，对我的百姓路中拄起踢界。15节讲，因为迄个至权至尊。永远伫地，名叫做圣的，安尼讲，迄个至权至尊，永远伫地，名叫做圣的，哇！甲上帝的形象做这个描述，伊安那应允，伊讲我徛起伫至权至圣的所在，也甲心神痛悔谦卑的人三甲徛起。这句话咧描述什么？上帝毋是高高在上，上帝伫天顶安尼做伊咧无用伊的，无咧插世间事啦。伊
徛伫至关的所在，但是伊嘛甲遮个心神痛悔谦卑的人相甲徛起。伊讲伊要互谦卑的人的心神过活，也要互痛悔的人的心过活。意思是有谦卑、有痛悔、有对家己的罪清楚处理明白的，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过活、上帝的祝福就要临到。所以16节，上帝表达出伊的毋甘呐，伊疼惜世间人，讲我的确无永远争辩，也无久长受气。行了，我所创造的人，因的心甲灵魂伫我的面前衰烂。这句话吼，真有迄个人的感受，迄个温暖的味啦吼。伊讲我无永远争辩，也无久长受气。上帝吼毋甘啦，无爱搁甲你相争啊，知影人的软弱。我嘛无久长受气咧，因安怎？伊讲咱伊所创造的人，行了吼，因伤软正。软弱无够热，心灵灵魂伫主的面前衰烂。意思上帝若搁再争辩，上帝搁久长上去，惊迄人袂堪接就对啦。所以上帝将迄个怜悯放伫人的心上，放伫咱遮个有罪的人，原来无资格的人的身上，因为伊有愿保留着伊的医治甲祝福。所以才是拄则咱读的经节57章的18甲19，伊安尼有过，上帝有过，伊要医治伊的百姓，要安慰悲伤的人，伊要赐平安互远甲近的人。原来迄个经文是安尼写，讲我看伊所行的路，也要医好伊，就是咱拄则读的即个看的迄个14节15节16节，遮来咧讲起着讲人因为痛悔的心，人伫主的面前有悔改认罪，所以因为看伊的行的路，所以主的医治就临到。搁要带伊，互伊甲遐个三甲伤心的人，搁得到安慰。我要做互因的嘴讲出懊恼的话，平安平安归互远甲近的人。第2摆伊搁讲，我要医好伊，这是耶和华讲的。所以上帝伫伊的即个创造甲立理的下面，人因为离开上帝，这个病痛、这个咒诅、这个死，都是伫人的人类的处境的内面。也毋过，伊犹原保留着迄个恩典、怜悯甲慈悲，伊毋甘咱受苦，毋甘咱安尼袂堪一衰烂，所以怎永远无法度人得救安尼，无法度得到医治，所以伊就留落即个医治的望放伫人的身上。则咱伫耶稣基督的身上，看见上帝所予咱的应允。伫主耶稣基督的保护内底来得到实现，所以今仔日咱基督徒看到这个经文，咱就爱做这个学习啦。就是基督徒，就是要传讲主耶稣的救赎甲愿望，伊搁找保惠师来，要保证甲执行这个应允。意思是耶稣基督的受苦，毋是2000年前一个事件安尼就完成，是伊的救赎是久长伫咧，是永远存在，是永远有效的。这个有效是基督徒上大的这个任务。咱传福音，咱招人信耶稣，是安怎要遐尼安尼毋惊劳苦咧？是呢，这个至大宝贵的救恩是人人拢需要，人人拢爱得到的。所以咱若是要讲基督徒伫耶稣基督保护救赎的时阵，咱就已经得到医治。迄个前提是咱已经是受医治的状态啦，因为咱就得到阿伯拉罕的祝福，是亲像咱伫准天国，现在还未离开这个俗世的世界，但是咱经历着准天国，像是基督徒的团体内底，伫咱的教会内面，伫你属灵的家庭的内面，伫你俗世的家庭内面，你拢处处因为你甲主的关系的亲近，所以你就一直在经历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医治，耶稣基督所享受的平安、圣神的保护。这个就是基督徒，你经历了多甲少，你领受到这个恩典多甲少，是你甲上帝上重要直接的关系。现在咱现在这个世间，有冤有苦，有罪，有死失，有灾害，有做咱无法度预料的事咧。
因咱拢知影，咱犹原伫即个世界，撒旦也未完全受驱除啦。撒旦犹原伫即个世间咧创行，伫即个黑暗的世界，真侪咱的一个危害。啊，所以咱的生命被偷、被抬、被毁坏，啊，这是咱还未离开即个俗世的世界，拢都爱面对的。所以这也是咱基督徒爱精进，咱基督徒爱追求，基督徒爱甲主亲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撒旦魔鬼的溃烂，伊这黑暗的势力，犹原对咱有危害。啊，所以咱安尼做第一段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什么？上帝伊是一个温柔美善的上帝，伊创造亚当夏娃，互人类享受到迄个丰盛，创造这个美丽的世界，互人类通得到恩典。但是第二，因为人类的堕落，上帝虽然生气，刑罚判罪，但是犹原无收回伊的丰盛啦。意思讲，上帝完全拢甲你气杀去啊！毋知啊，无。咱来看去旧约，虽然旧约的即个历史内面，遮的人拢活伫亚当犯罪以后的日子，但你看上帝安怎一代过一代，对对后来的亚伯拉罕，对后来的即个雅各即个民族，慢慢个线接到伫摩西引带以色列人出来入，这拢是上帝一遍一遍，搁一遍搁一遍，互人类去经验到伊无气杀，伊的同在，伊的拯救，那是认罪悔改，那是谦卑伫主的面前，上帝恩典就永远无离开。啊，所以最后由耶稣基督，伊的独生囝耶稣来赎回咱，用伊的生命来代替，来保守咱，互咱重新得到恩典。啊，所以也因为这款的圣经的真理，互咱一个确信啦吼。咱要思考的一个主题，就是讲，咱生命、咱的健康得到医治，就是有一个新的看见，是圣神的医治。这个医治有内在医治，较深度的医治，这款的理解。什么叫做圣神的医治呢？就是包含伫即个内在医治，叫做深度的医治内面，也是会使讲是基督的服侍，也是基督的辅导。这是超越，也是讲伫咱一般的医疗的系统外口啦吼。医疗的行为咱现代伫台湾有足精密，也会使讲是足成熟，嘛会当讲世界互人肯定的即个医疗的环境。这是咱台湾人的一个福气，但是咱基督徒若会当理解到，有加上这个圣神的医治，迄个内在基督深度的医治，咱就能看见讲原来现在咱有看见真多的病症，除了医生的帮助以外，咱基督徒有得到这个上好的荣耀，就是圣神的医治。所以叫做内在的意思是甲心灵有关系，毋是这个肉体的现象。内在医治是运行伫圣神的规律内面的释放，迄叫做全人的医治啦。所以一个肉体的医治，咱已经有一个真水、真好、足完整、足成熟的环境。但是咱若是确实会当加上这个关系的医治，那安尼咱人的完整的医治，就是真做一个足幸福、足福气的人。所以咱拢知影，医治分做两个方面。外在身体疾病的医治，拄则咱已经讲起，台湾有上帝的祝福啦吼。咱对日本时代开始，迄个医疗系统，包括咱的宣教师对新老病院创设迄个时代，就带来迄个西方的医疗的系统到伫咱台湾，加上咱台湾所承接即个华人中国来的即个汉药的医治。事实咱是真大的恩典伫咱的即个民族的身上，这个医治的系统，特别咱教会有真侪做医疗的兄弟，医生拢伫咱的教会，所以
上帝互咱伫俗体上，咱今仔日因为佫有健保遐尼方便，真侪人安尼小可毛病都随时有好诶医生来甲咱帮衬。但是咱若确实会当佫较理解到迄个关系议题，迄是内在侵占诶议题。即个议题是啥物呢？就是灵性上甲上帝关系、甲情感，以及咱甲别人诶关系。换一句话来讲，咱人会拄着病症，昨昏我若食着无好无清气诶物件，5月节若过，咱的米若无冰毋拄好去互雨神đảm着，有可能食落去，咱就歹腹肚。咱这拢足了解的卫生知识咧。咱就赶紧有药物，也是找医生来治疗。但是咱拢知影，迄个关系甲情绪的议题，伫咱的心上是占真侪的部分，这是咱对信仰所咧理解的部分。因为人的疾病常常甲伊的情绪伤害有关系，所以内在议题集中伫情绪的问题，互基督的议题临到迄个你情绪的根源。迄个伤害根源，然后因为你得到透放，你的迄个最情绪的束缚得到解决，所以你的身躯也通得到医治，所以先讲呢，就是讲咱所讲即个情绪的伤害，通常伫你的潜意识内底意思是你有时无感觉到，所以咱有时讲专人的医治。也是叫做内在议题，是要唤起你的受伤的所在，求圣神来告我，求圣神来医治你。当然，这个咱要有经过真完整的训练，属灵的领导者来做处理。这今仔日咱无时间人讲这个部分，因为咱可能要上足多的课，也是讲这训练的人员伊也有一个过程啦。但是咱上简单，上简单，咱就会当理解到，咱伫这热天时呢，真热，所以足多人爱去耍水。足多人看到水就惊，因为伊细汉可能捌。毋拄好去跋入水内，差一点都无开，有人甲救起来。伊对打了后毋敢落水，看怎叫伊来耍水，偌心实偌欢喜，伊都无爱。是安怎？因为伊迄个当时迄个惊吓已经伫伊心内伤着伊啊。佫较免讲，咱有时话讲，迄条狗惊着哇！你看到狗你都毋敢活去。根本伊都只狗足乖足古水，你嘛毋敢去，因为你已经对狗会惊呀。佫较免讲，咱对虫啦、家蛇啦、鸟鼠啦、啥货豕人你会惊，因为你有迄个伤害伫咧。你有一人养一个初伯养的人，看到一只家蛇嘛惊甲安尼惧高症，这个部分当然有的医生会当互咱有适当的药物，通互咱镇静啦。毋过你就知影讲。迄个情绪对你的伤害，而且是久长的毋是一摆。我会记得10几年前牧师甲谢牧师，阮伫高雄即个节目会的时阵甲上年，阮的上年的大学兄弟做伙出外去武陵农场要去旅游佚佗，大家欢喜甲欢喜都。讲要到啊，已经要暗啊要到因为迄阵山顶要下晡过下晡就会大蒙啦，会落小雨雨安尼，大家已经安尼小可忝，想讲要来去饭店好休困，无拍算迄个路无介宽，游览车要挖一个大弯啦90度的大弯，突然间迄个后壁咧找一个。哇！大家惊一跳，然后规只游览车就过落去下骹的迄个园内底。哇！迄边我那真轰动，足侪新闻咧报就是游览车迄个路边无补坎，路软就切落去，好佳在上帝怜悯咧，因为过落去下骹拄下骹人一个菜园迄人喺悬山顶咧栽高丽菜。
阮迄阵一直咧想讲，啊若下骹是100公尺吼，啊真过咧到地，毋知真人伫倒去啊，拢毋知。啊嘛无石头吼，啊嘛无树枝，拢无哦，都一区园啊。啊，佫小可落雨淡淡安尼，啊，拢是老大人，你看，一个一个安尼赶紧甲请出来，请出来，请出来，啊，有诶倒伫迄床仔内底，啊，伫高山顶哦，伫梨山迄个所在呢，哇，马上有迄个救护车来甲阮水有咧接对啊卫生所，有诶接对宜兰诶遐个病院去安尼。哇，敢若找一个尔哦，佫毋是有高过啊，都找得起了尔。足侪老大人，迄个锁骨都断去啊，鼻仔骨伤着啊。但是好佳在，迄边吼虽然有惊无险，无一个死失啦。啊，我咧讲即个故事，就是咧讲，我甲节目师吼坐伫头前，啊，就玻璃破去吼，用啊规身躯尔，啊拢无安怎，啊赶紧斗甲遮老大人吼。啊，甲因斗扶斗顾啊，食无输留伫山顶，因为遐个无拄着伤的人吼，无车人甲载啊，甲刷去饭店热一暗，剩诶逐个拢缀落去病院啊，因为伊迄外送爱几若间病院，宜兰病院、罗东诶病院、圣母病院拢四过去，啊，所以都爱落去担合遮诶代志安尼。啊，虽然拢无伤哦，感谢主哦，连点仔伤痕都无，啊嘛无啥物酸痛。但是我甲节目师吼，过去搁过迄几冬吼，逐摆若坐游览车吼，我感觉讲袂自由就对啦，要困袂去啦。我感觉毋知啥物阵会搁扯落去迄种感觉吼。啊，我就是感觉着啊，迄个心灵的伤害吼，毋是一个任何讲你偌勇偌好胆的人会当避免的，因为迄个就是咱人的肉体、心灵方面的伤害。啊，咱若是想着遮个。咱搁较毋免讲，迄个情绪的伤害，咱内在的伤害会影响咱的健康啦。啊，其中一个上根源的问题是啥物呢？就是咱迄个无饶恕，咱迄个愤怒、苦毒、被拒绝，你的自我形象真低，互人看无起。你的惊吓，拄则我讲的遐济，你的担忧。这侪事，拢真侪你身躯健康的伤害呢。但是咱有个人毋知，啊，都腹肚痛去找医生，吼啊我啊困袂去去找医生，但是毋知影讲原来甲你的整个的可能万分极度心灵的伤害有关系。啊，这才是讲咱是安那伫教会内面会去推动，咱教会医生遐侪，逐个医生嘛找会到啊，是安那咱都爱。叫做心灵的医治，专业的医治，原因是伫遮。但中间，咱因为时间无够，咱是要甲伊讲是安那人要做内在医治啦吼。咱拄则已经有讲起，我阁简单说明。伫即个医学真发达的时代，咱嘛是了解有真侪无假的、无法度通医治的病症，有源伫冲击人类，特别甲心灵有关系。比如人类面对着什么忧郁症，侪人轻甲浅。也是深，拢有迄个忧郁的性质，因为即个社会所带来压力，人际关系所带来压力，教育过程所带来压力，成长所带来压力，甲霸凌，拢引起咱人伫心灵上有病痛。第二，咱嘛知影讲现代毒品全面泛滥，限制人类的肉体甲心灵的条件。咱看见少年囡仔啊，用真多的。情形去接触到遮个毒品，啊，啥呐？明明知影迄个有危害，有缘会去接触，因为伊的心无开力，好像靠迄个要暂时来逃脱安尼那定。佮较免讲，咱现在拄着新冠病毒，全世界上界厉害科学家拢咧研究即部分，但是咱现在嘛是还佫无法度人真明显讲，我会当完全除去即个病毒的影响。啊，咱嘛知影，现代对20世纪到现今，癌症对人类的即个危害，咱到即阵医生无法度能100%甲你讲无代志，我会当甲你完全的处理。啊，他遮个做的病症，咱就人发现讲有影。咱需要的是啥物？咱需要的是4个领域的医治啦。这个医治就是咱所了解的灵魂体。
啊，若讲会当较有种4个领域，就是包括意念，这个部分拢是咱需要受医治的这个部分。若是安尼，咱缩小来讲，内在医治是安怎需要？因为灵甲魂是互相关联的，咱就已经讲起了。上帝分一口话去伫人的身上，这肉体有肉体的机能，但是咧灵的部分是对上帝所来。你若无对遐去处理，有时你无法通完整来照顾着。魂的部分是包括咱的心思甲意念，咱拄则嘛有做一方面的这个分享。咱也知影讲，人咧成长的过程中间，你成长的过程、教育、社会经验，甚至受过霸凌、受歧视，像最近咱伫美国发生的迄个种族的问题，种族互人歧视迄款的伤害，咱拢会产生一种偏差的行为、甲思想。这个物件有时是个人家己经历到的。有的是你的家族所带来，这部分当然是真有，无法当一来讲。但是咱应该会当理解到是安怎，有人有这款的行为的模式，是那这个人无缘无故就发脾气，是那这个人安尼对人的角度拢是讲着歹的事。咱有时看到一寡社会的电影吼，也是看到一寡社会的故事，发现讲是安那有人安尼无差别要杀人。咱嘛捌听见讲，有负责人可能捌互查甫人欺负过，所以讲变做什么女王风有无？迄社会电影，哇，四过咧报仇遐个查甫人，是安怎？因为伊捌拄着伤害。且整个的部分就是咱所有内在医治的对象。所以内在医治是啥物？是要医治咱内心的受伤，互咱恢复到原来上帝所创造的迄个形象，来彰显伊荣耀的本相。所以咱受造要搁恢复到原来主造咱的迄个形象，这是咱要受医治上重要的部分。所以，若是讲你我大家有知甲毋知情绪上的伤害，若是安尼，是毋是咱大家人拢欢喜讲主也是？有可能我家己毋知影，我是安那有即款的行为模式，有即款的思想，主我毋知，主啊求你医治我，通透过即个足好的训练的帮助，互咱去透放着迄个艰苦甲艰难。所以，什么阵需要内在医治呢？那是一个前提，就是讲，咱基督徒，假使你若是有成熟的信仰，你就已经浸伫圣神的保护甲内在医治中间。意思讲，若伫客观来讲，咱每一个拢有真好信仰的生活，你事实已经伫保护中啦。但是，咱无法通完全100%，因为今仔日。咱拄有讲，恶者就是即个空中的即个掌权者，有缘在攻击，所以咱暴露伫受攻击的中间。记得一两礼拜前，咱嘛有捌讲起，当你是一个热心服侍主、受呼召来服侍主的，是魔鬼攻击的首要的对象。所以因为安尼，咱伫人生的生活中间，灵甲魂失去平衡的时阵。你就开始影响到你的生活、你的工作甲信仰，所以咱就需要内在医治。但讲到这，是要提供咱兄弟姊妹，是安那咱教会要有医治的服侍，是安那咱有要邀请兄弟参加迄个内在医治。咱伫新人的即个关怀内面，或者是咱有举行咱即个。专心营就是专人精神的营，会帮助咱，甲咱迄个罪的透放，成做一个足重要的课程，拢是因为即个情形。但是咱嘛要做一个提醒啦，内在医治是爱经过即个属灵的精神，是一个属灵的精神，所以需要有完整灵性操练的人，信仰成熟的，来帮助咱。所以咱无随便，但是咱一个单纯的祝福的祈祷，迄是无问题。但是你若要
处理你的情绪，处理你受到的伤害，因为惊了有人处理袂好势，伤害无医治，煞愈艰苦愈危险，因为有时你会甲你的隐私讲出来，你煞对方无信任的时阵，你会安怎？你原来无帮忙，佮惊讲，哎哟，这个人知影我会乱作，毋知甲我讲啥话袂？你无受医治，佮愈艰苦就对啦。最后，咱要透过第二段经文来学习啦吼。咱拄则有读过5章一讲书5章13到16节，安尼讲：恁中间有痛苦的人无？若有，伊就祈祷；你有中间有欢喜的人无？若有，伊就唱歌学乐。所以艰苦的人爱祈祷，欢喜的人爱唱歌就对啦吼。假使咱中间有患病的人无？若有，就请教会长老来替伊祈祷。奉主的名，甲伊抹油。伊讲有信心的祈祷会救病人，主会互伊搁好起来。伊所犯的罪嘛会得到赦免。所以恁着互相认罪，三体祈祷，通互恁得到医好。义人的祈祷有大功效。因为最后我要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讲，咱看见伫即个以赛亚书对咱的一个提醒。以及雅各书所甲咱讲的，就是咱人的病痛有足侪种，医师所互咱的医治，拢是真好药物的帮助。但是咱进一步了解讲，咱所有拄着情绪，咱拄着迄个未赦免的代志，迄个苦毒的代志，艰难的事，有时咱爱先去处理，互咱的罪得到赦免，互咱互相认罪，互相祈祷。你就会通得到医治，所以前提是你欢喜，互主甲你赦免，欢喜赦免别人，你就是对迄个情绪的含坑甲束缚的内面得到透放。那安尼，你的肉体甲你的心灵就得到帮助。最后我要讲的是讲，义人的祈祷什么意思？咱逐个人拢是有罪人，是哪叫做义人？义人就是欢喜伫主的面前承认家己的不足。欢喜互主洁净，欢喜伫主的面前凭信心的祈祷。所以今仔日咱小等下有一个祈祷的时间。第一，咱确信身体的疾病甲关系医治，拢是伫圣神的权柄的下面。第二，咱照圣经的教导，正人当心，咱凭信心来祈祷。雅各书拄则对咱的教导是啥物？拄着痛苦的爱祈祷，喜乐的爱吟诗唱歌。拄着病痛的，爱请长老替伊祈祷，奉主的名替伊抹油。第三，祈祷出自信心，会通医好病人，主会互伊恢复健康，罪会得到赦免。搁一项，最后讲，着爱互相认罪，彼此代祷，互恁得到医治。义人的祈祷是有大功效的。我望咱等下吟首诗的时间吼，牧师先简单说明。我要招咱兄弟姊妹，你若知影讲其实毋是干那我现在有倒位咧痛，倒位咧酸，倒位咧艰苦，是我会专人要受主医治，你就通到伫主的面前。咱兄弟姊妹，你我有诶无出来，但是你嘛是义人啊！你伫主的面前讲，主啊，是我恳求你，施了你的恩典，医治遐愿意接受医治的兄弟。所以也请咱诶敬拜团以及咱的代祷团、咱的长老准备吼，咱请兄弟小等下吟诗的时阵，你当出来到伫外面吼，咱大家毋望凭着信心来祈祷，上帝会祝福满满伫咱的身上，咱伫圣神的权柄的下面，咱大家得到医治甲透放。愿主将伊的恩典赐福伫咱众人的中间，